羊喂完了，过去清理清理羊圈吧。清理完了，把这个一会儿拿餐笼拉出去。翻这个沟里的原因是春天起风的时候防止它扩大。干完活了，我肚子也饿了，回去做饭去。今天吃个干煸羊子。一锅烧油，花椒、麻椒，放点豆瓣酱，放点蒜，把辣椒放进去，把羊杂放进去，哇，放点配菜，最不能缺的就是咸盐。这回哗啦哗啦几下就可以出锅了，可以吃了。最近天天吃羊杂汤，今天做个不一样的干煸羊杂。草原上的羊杂做啥都好吃。绝了！你们也可以这样吃。外面天气冷，再加这个麻麻辣辣的羊杂。太爽了！